真侪一寡旧的大楼无电梯，嘛无友善老大人的设施哦，所以桃园市政府6月就开始办理老大人带社会主体的专案。有一个68岁杨先生哦，佮伊24栋的老公寓，互政府斗3工税出去，伊搬到有电梯的社会主体。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泡茶看电视，出入大楼也有电梯。68岁杨阿伯原本住伫鼓山区14年无电梯的旧公寓，后生烦恼伊生活不方便，斗3工申请高龄友善换机社会主体专案，正到桃园地协会成功换厝成功的高龄老人，也是营建署推动包租代管4.0了后全国第1案。还不错，满意。哪方面满意？ 各方面都满意。之前住在那个公寓没有电梯啊，怕就是之后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。那换到这边来，这边环境又很好，然后这个又电梯，然后以前都要追垃圾车，现在又不用，那个地下室有那种垃圾分类的。 杨阿伯原本15平旧厝交予桃园市政府包租代管了后，成功税出去，租金1万。也伫8月7日换带到中路4号社会主体40平空间，租金含管理费只要13300块，而且有电梯、无障碍设施、加健身房等公共设施，爸囝2人拢真满意。 20-30年的房子常常没有电梯，他把他原来的房子交给我们包租代管以后，他自己来住我们的社会住宅。除了有电梯以外，我们全部的社宅都符合通用设计。 主体发展处表示，希望继续推广照顾更多高龄者，也说明高龄友善换机社会主体专案申请的人，爱满65岁，伫桃园市就一间厝，爱加入社体包租代管计划税出去。另外，家庭成员也要符合所得不动产者的相关资格，轮换带到桃园市所办的社会主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